乡亲啊，这个西瓜开始大出咯，台南客家明仔载要来举办西瓜产业文化活动，同时要来办理着模范母亲的表扬大会。 即马当时西瓜出产的季节，台南客家是西瓜的重要产区。为着要了解即马西瓜的产业状况，客家区长特别来巡西瓜田，而且和农民交流，了解今年的西瓜发展怎。今年因为气候的影响，所以讲产量有较减少，但是品质永远无变啦吼。为着推广客家优质西瓜，公所会伫咧明仔载举办西瓜产业文化活动，除了邀请社区的人来遮表演。 卖举办西瓜的评鉴来选出西瓜王。今年节目咧，咱举办着咱这个西瓜王，咱的评鉴啦吼，还有免费的试吃吼。除了举办西瓜趣味活动，卖举办客家区模范母亲表扬大会，丰富好耍的活动，公所邀请民众同齐来遮斗热闹。 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